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一开始来关心桃园的小乌来天空步道附近的溪边，伫昨下晡发生渡水的意外，有7个高中3年学生囡仔去耍水，其中有3个人渡水。警消赶到现场，虽然有救起来，但个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 最近天气真热，真侪民众爱去户外耍水。不过在于下晡1点外，7个高中生小约去无开放的桃园小乌来天空步道附近有来去耍水，不幸发生意外，其中4个人走去浸水的所在，3个人落落雨水毒死，1个人掉伫对岸。经过一番搜索后，发现在水底下被漩涡卷住，无法脱困，立即着潜水装备下水将3人救起。 救援人员缉捕了后，紧急到场抢救，陆续把人救就环。不过其中2个人救起来时阵已经无气，分别送去文主公病院、甲国军桃园总病院急救。不过不幸3人拢急救无效，救无回来。我有跟他说要小心，你要出门要打电话给你爸爸，我是他阿伯。我要只是会跟可能休息吧，跟朋友出去。校校表示，这7个人拢高中毕业，在伊放本拢录取高中职校，小约去佚佗，无想到发生意外。校校已经去病院协助家属。出代志的地点是伫乌来溪水源头有警示牌，公告是禁止耍水的所在。四周围原来有些围篱，禁止民众进入。 航管处有发现部分围篱去互民众破坏，所以已经赶紧修复。在暑假的期间，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巡逻跟劝导。我们也发现了周边的围篱有被民众破坏的迹象，那我们也会尽快的来修复。 航管处表示，因为民众去禁止耍水的所在耍水，敢来当考劝，无相关的罚则。航管处未来会请自建加强巡逻，也加考劝，避免民众走入去耍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疾管署有公布，顶礼拜流感引起的重症病例有25例，死亡的案例有8例。另外，南部的天狗热，顶礼拜是各增加125例，其中伫台南有104例上济，嘛有2例是重症。 因为天狗热的疫情即马有摊开的趋势，台南市卫生局已经有设体检站，有镜头的民众就会当随去抽血检验。最近人有艰苦无？会头安尔，啊，真到气寒。卫生局人员来到台南仁德区，甲民众抽血检测，看敢有为着天狗热。因为南部本土天狗热疫情继续咧增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125例本土天狗热病例。 其中，以台南市104例上侪，佫渐渐向外宣传的趋势。另外，新增加2例天狗热并发重症病例，其中1个佫咧交病房抢救。其中1位是还在这个一般病房接受治疗，那状况还算稳定。那不过另外1位因为有出现这个败血性休克跟这个肝功能异常的状况，那目前是在加护病房继续的接受治疗。另外，最近流感疫情确认。 不过流感并发重症通报数并无下降，顶礼拜新增加25例流感重症病例，佮增加8例死亡个案，拢是50到80几岁，其中有6例无注本季流感疫苗。他们一开始的症状其实就是典型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发病之后大概8到10天，因为这个肺炎并发呼吸衰竭，那部分个案是因为有这个败血性休克并发多重器官衰竭的状况而死亡。也那第4波新冠本土疫情。 顶礼拜每日平均增加190例本土并发症病例，下降8.2%。疾管署研判已经过高峰期，有国来会持续下降2-3个月。另外，高处疫情持续，顶礼拜增加11例本土个案，烧化风险也真悬。提醒高风险的民众赶紧去注2剂高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有做毒品的犯仔用生技公司的名义，甲台东大学组一间产学合作的研究室，时间已经有3年遐尼久。因讲因是要开发新药啊，但个结果是伫实验室内底做毒品。因为去年3月份无细致发生火灾，这件代志才见光。落尾呢，这群人是耍收继续做，但个即马互警方掌着啊，嘛查扣毒品的原料。 阵阵乌烟呛天顶，外壁烧到乌麻麻。消防人员赶紧拍火。去年3月，台东大学就联手起来导火点伫产学合作实验室，火场到场采验，发现毒品的残留，经展开秘密调查。就伫火警发生了后，合作厂商无要合作，
都行代志别康，北中南另外找据点。检警看司机成熟，分几下路逮捕姓张主嫌等12人，查获满满毒化合品。干那靠岸的毒品身躯原料林酮就有3.2吨，万一这一度完成，会当产出300公斤的凯他命，换算起来达到4.5亿。投资了超过新台币4000万元，从大陆进口毒品原料以及设备。那实际上呢，在里面研发制毒技术，制造毒品，查获了12名犯嫌到案。那其中里面有2名是制毒师傅，2名帮派成员。行伫上头前的，就是不法集团主嫌，有法官背景的姓张查甫人，是某医药生机负责人，说三下合作实验室，为每个月4万租金，后来扩大承租，每个月爱付16万。加做开发新药，用合法暗合非法的方法研究制毒技术，花3年时间，也毋过好好算拢唔知影。学校会定期跟不定期会到他们的实验室去访视，都没有闻到一些比较刺鼻、比较特殊的味道。哦，那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只是一个基础药品的一个研发。哦，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就没看到这样的问题。好好回应，对厂商合作拢有一套审查 SOP， 进驻了后也会进行访视，只是这摆遭到不法集团利用。就算清查过了后，双方无签订政府审核案，不过好好也强调，将来会加强相关监管。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个女性出面指控讲，伊读高中时的数学老师会利用囡兜补习的时对伊乱摸，那受害者有真侪。伫2017年的时，这个老师有互掠去关，不过最近出来了后，发现这个老师搁咧讲补习，伊烦恼会有学生囡仔搁受害，所以决定要出面报警察。受害女子Y小姐出面指控，18年前伊读高中2年，遭到高中数学老师利用课后家教机会加以侵犯。学生的课业压力大，所以就是会用按摩的方式。只能说就是小时候真的不太懂事，因为他已经是被界定成狼师，那我觉得他不应该再开班授课。Y小姐表示，迄当时伊读中华科学一间高中，下课了后，就到4地数学老师的厝来补习。刷几下班，受到老师以勒令也是矫正姿势、借口去吸伊身体，甚至做出侵犯行为，时间长7年。那伫学校期间，这位老师也同时对另外3位女同学私了，初步了解受害者至少10人。应该是陆续的，是在他们过去求学的期间，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这个私人家教的家里，然后才发生这些事情的。科学电流表示，细地老师2017年就捌因为性骚扰学生妨碍、妨害性自主罪判2年有期徒刑，去予教育处永久改评。今麦佫传出，这位老师私接家教受害者，决定向镇公所找帮助，结果警察局提告。官府表示，这位老师已经无教学资格，会以违反报告法查处。我们稽查他是属于未立案的话，或者是有违反补教法相关的规定，应该是会请他立即停招，进行彻查，是否还有其他不适任教师藏匿在补习班当中。原本表示，官府应该对历届学生启动扩大全面性的调查之外，也要确实对补习班甲家教班启动稽查，避免成做无责任教师的藏秘空旁。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同款烧热，伫台北甲花莲上高温有可能会到36度。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的天气同款真烧热，若昨昏上高温是出现伫台东的中滨有37度4。气象局伫今仔日已经针对台北、花莲、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发布高温的警示，高温有36度。若今仔日西半部有局部大雨，这2天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嘛会落地渐雨，西半部过道了后会落西北雨。拜六水汽会增加，若南部东半部雨会较粗。另外，拜六礼拜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到南海这附近，可能有低气压的系统正在发展，敢会成做风台，爱去观察。来关心中国贵州的苗族风景区，拜一有民宿发生爆炸，在导火，造成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2栋拆起的厝是烧了了。另外，北欧的冰岛发生火山喷发，岩浆直透对涂骹冒出来，看落是真惊人。画面中2栋楼仔厝清楚黑烟，倒边这栋有2个人拄着床单，准备跳楼逃生，不过其中一名女子突然摔落来。那这边这栋火烧甲真猛，后来也等看到2个人徛伫泥地顶等待救援。
这件火警发生伫贵州梨山县的西港苗寨风景区，这有上千户苗族人家住伫这，是世界上上大的苗族村。查起的年纪建筑真有特色，也毋过拜一早起9点50分左右突然传出火警，有游客表示，落火点是一间民宿，技术是煤气爆炸引起的。警区营运单位也捌讲是消防演练，后来佫解讲是误传，大火造成2位村民不幸死亡，也有6个人受伤，好佳在火势伫半点钟了后方拍花。镜头转到南加州，同款互人真惊吓的，也佫有罗林区林，这个位置伫峡谷顶面的高级别庄区。拜六当地因为发生土石崩塌，造成地基防球坑其中12户建筑歪起崩倒，强要落落来。消防当局下令民众赶紧撤离，好佳在无传出伤亡。也毋过土石崩塌的原因也有待厘清。伫这个当时，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西南部一座火山，伫当地一礼拜来测到上千摆地动活动了后喷发，火焰的岩浆沿着地表必顺一直喷出来，形成壮观的火山喷泉。冰岛气象局表示，这是首都4个月2年来第3摆出现火山喷发，当局当密切监控经济发展，也建议大家毋通冒险前往。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加详请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民党支持郭台铭这一派的中常委想要甲侯友宜换掉，打算伫今仔日的国民党中常会要提案，要求党中央爱落实总统提名3个阶段，嘛爱做好整合。伫2个月内，爱伫非绿营当中整合出一组上强的人选，安尼才有法度政党轮替。希望要阻挡7月23的全大会处理侯友宜的总统提名案。来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即马是核定消防、海巡、空中勤务移民，也有航空测量这个专业人员的危险职务的加级要修正案，是甲调关15%，这嘛是27年来头改做调整。另外，行政院即马嘛决议讲，明年开始有接政府专案的民间团体所请的社工，嘛会调关薪水，会调关8.16%。社工人员起头薪水变做37765块，若社工督导是44239块，大约有1万人会当加薪水。来关心联合报，车无让过路人重罚6000块，这个措施实施了后，不少驾驶即马拢怨叹讲，唔知因为过路人是变甲愈来愈多，或者赛车的驾驶是真无奈，那亲像是讲过路人是上大的。交通部长王国材即马是表示会做检讨，会赶紧来看讲，敢要来提悬过路人违规的罚款。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提悬罚款毋是好办法，有可能会造成赛车的甲行路的造成无共族群的对立。天气即马遮尔热，骑奥多拜的人伫等青红灯的时，拢会去找树来找一寡要拍到日头的所在来觅。伫高雄公山，就有民众骑奥多拜，为着闪日头，停伫半路，后壁的车是险险甲弄落。警方是表示，边仔要有路，头前是红灯，这款作为无算违规。炎天赤日头，真侪民众骑车停困，会停伫乌阴的所在觅日头。也毋过有一寡所在真明显离路口青红灯有一段距离。吹到下晡4点外，高雄有民众骑机车经过公山区富贵西路，头前车向阳动来，后壁车赶紧闪回，则无代志。临时停伫路中伤危险，民众将行车影像放伫面册社群，马鞍山向警方检举，无想到警方煞安尼甲回应。机车因路口已亮红灯，且有减速刹车灯亮起，旁边尚有其他车辆可以通行的空间，尚未达到任意骤然减速刹车之行为。警方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规定，汽机车驾驶毋是违法，行政中凊彩减速打档啊，也是伫车道暂停，上悬会当罚24000块。不过，影片中向阳动来的机车是为着等头前的青红灯，档仔顶嘛显示伊是咧等红灯，加上边仔阁有路通行，并无违规唔免罚，引起众人的讨论。我是觉得不用，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会小心啊，自己还是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看一下后面。要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为其实是要制止啊，对啊，因为其实蛮危险的，我自己觉得。红绿灯下面的阴影，或者是路边有树荫的话，会停在那边。可是这个前提是前面已经有很多车子，你刚好能排到那里。南台湾偌人小附近，众人拢惊拍想要闪日头。公山分局讲，警政署已经向交通部建议修法，增加相关的处罚规定，嘛有回应当咧进行。
后续若通过，会当互警方有依据通执法，减少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泰国的总理帕拉育伫昨昏，伊对外宣布讲，伊要退出政坛，伊讲会暂时看守，等新政府组成了后完成交接。在泰国真济反对者眼中，总理帕拉育落台是早办的代志。伊11日声明，自认将环9年成就真济工业，表示身为总理，为做好亲爱人民，努力保护国家宗教甲君主制，成果大家拢看到。伫国庆日强化国家稳定甲和平，克服国际甲国际上真济障碍。69岁陆军司令出身的帕拉育，2014年发动政变夺权，佮承诺行政和人民，领导军政府一直到2019年大选，采取以军方主导自选，伫国会洗白推举担任总理4年。今年5月14大选，伊所领导团结建国党支持到36席，迄时阵大家拢已经预测伊的政治生涯已经特别结束。不红牌帕拉育掌权期间，当过真济法庭诉讼将伊信任投票，加入抗争等挑战。反对派是认为伊是一个无得到民意消停的机会主义者。泰国少年族群自抗日抗议发动学运，最后加做大型反政府示威，按独裁统治的帕拉育落台，提出真济项修宪诉求。昨天帕拉育宣布退出政坛时阵，新一届国会选举要伫13开始，佮选出新的总理。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关心北约峰会，昨昏伫立陶宛举办，瑞典是想要申请加入北约，一直互土耳其阻挡。即马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已经有同意啊，不过埃尔多安嘛趁这个机会，呼吁欧盟会当重新谈判，互土耳其会当加入欧盟。不过欧盟是表示讲，这是无共款的代志，袂使当作交换条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70双双飞到立陶宛，准备来参加11登场的北约峰会。两个人赛后共和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来举行峰会进程的特别会议，针对瑞典加盟案做敲切。会后，斯托滕伯格对外宣布讲，埃尔多安已经同意把瑞典加盟案送到土国的国会来做批准定书。Completing Sweden's accession to NATO is an historic step that benefits the security of all NATO allies at this critical time. It makes us all stronger and safer. 纽约时报讲，土耳其国会当咧开议，预期到7月27结束。根据芬兰入会的经验，对土耳其国会批准到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敢若爱2礼拜时间。Den formella ratificeringen av också Sveriges medlemskap i NATO. Så det har varit en bra dag för Sverige. 埃尔多安伫70进前表示讲，土国若是同意瑞典加盟北约，嘛希望讲欧盟会当重启甲土国的加盟谈判，要甲双方加牵做伙。对这件代志，欧盟虽强调讲土耳其无应该甲2个甲讲做伙，不过瑞典已经发表声明支持重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中国即摆经济较无加压，失业率嘛增加。一寡中国的少年家找无头路，转规气去摆路边摊，家己做头家，因为安尼做事的时间、工作时间嘛加较自由。另外，伫香港的少年家，因是面对厝价悬、厝买袂起的困境，所以香港政府即摆甲一寡饭店改做青年宿舍，要住伫遐，当年就爱做200点钟的社区服务。认真调制饮料，亲像伫吧台工作。远远远看来，伊是伫汽车的后车厢内底。中国经济差落，失业率增加，少年人工作歹找，有人甲后车厢甲当作餐车，会当开到倒都未到倒，直接伫路边就会当卖饮料。去洗车啊，或者说当老师啊什么的，我都干过。但是这个疫情下来以后，可能他们需要的人少了吧，找不到那种兼职了。中国就业市场萎缩，少年人影响上大，规期改排单做生意，那工作时间自由，也当家己控制工时。中国青年面临就业困境，香港青年是拄到大数的难题。不过为了好这少年人有厝通住，香港政府推出饭店转做青年宿舍。Hello， 歡迎嚟到我哋嘅房間啊！房間門煞開，雖然細間，不過啥物攏有，眠床、衛浴設備、冊桌啊，想要煮飯，我哪有公共廚房？
開頭就要抌成10零20萬，即係已經最 basic 㗎咯喎。咁我哋就唔想咁樣，因為如果我當咁樣出去1年生約1年死約啊嘛，哇！我諗我呢度都慳咗個首期翻嚟。大入去青年宿舍，每個月敢4100港紙，差不多是台票16000，就會當做差不多9坪的空間，比起附近的所在小3成。相關的計劃鎖定18至30歲，每個月收入無超過2.5萬港紙，差不多10萬台票以下人，當年都還佫配合完成200點鐘的社區服務。香港政府都是希望透過補貼解決少年人因為租金相關無法度獨立稅厝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同齊來去看世界。電影真人版的芭比，甲中國嘅電視劇向風而行，因為影片當中有出現南海高大線地圖，越南是因為侵犯主權去打到紅線。越南嘅政府即馬是要求 Netflix 影音平台要將影片摕落來。越南嘅電影局即馬嘛提出獎勵措施，要越南嘅觀眾看到就向政府檢舉。來關心性刑現象發生了後，恐驚是造成東南亞出現可汗。頂禮拜，全世界全球平均的溫度才連續3天創下歷史新高。即馬氣候變遷、氣候反常的速度哪親像變佫較緊，就驚可汗無法度正做，有生理人已經開始囤米。亞洲米的價格過去4個月起15%，這是2年來的新高。來關心民粹是表示講，在中國所經營的假口罩、假小號，當咧網絡頂頭進發，在海外假書散布一寡假消息，佮專工去攻擊一寡移民，抑佮維護人權的人，打一寡煽動人的內容。所以民粹母公司 Meta 即馬打算要推出新的平台，要標注政府的口罩。來關心咱台灣的友邦巴拉圭，因的總統當選人貝尼亞，在8月份的時會上任。在上任之前，伊是專工來咱台灣訪問，因為7月10日就是兩國建交66週年日子。貝尼亞是表示，這陣來台灣訪問特別有意義。那巴拉圭總統就一典禮，伊敢會邀請咱的副總統賴清德去參加，即馬外界嘛真關心。巴拉圭總統當選人貝尼亞10日帶領後任外交部長等等的官員訪問台灣。貝尼亞5月才打選贏，8月就這典禮進前先來台灣，拄好拄到7月10日台灣巴拉圭建交66週年紀念日，這對深化兩國的邦誼有重大意義。伊真歡喜在學生時代了後，會當閣一屆來台灣。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兩國應該閣較握緊。Paraguay is closer to Taiwan. That I want to spend the next 5 years bringing us together. We are close, but I think that in these moments we need to be closer. We need to be together. 貝尼亞立場友善台灣，嘛佇個鋪文內底講，總統蔡英文是好朋友，即屆來會甲正副總統見面，感謝親自邀請賴清德出席就職典禮，嘛受到大家關注，嘛強化甲台灣的雙邊合作。另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因牽手安倍昭惠。按算17會訪問台灣10天，到時會參加台南場的安倍晉三紀念影相展。7月の写真展には、私もぜひ台灣に直接伺って皆様にお目にかかれたら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安倍昭惠夫人本次訪台是受到台灣安倍晉三之友會的邀請，外交部竭誠歡迎。原底安倍晉三按算在去年7月底訪問台灣。不過不幸在助選的行程當中，互暗殺身亡。安倍昭惠這屆來台灣，按算會去五指山悼念前總統李登輝，這嘛是安倍心願。另外嘛去高雄參觀安倍銅像，甲會見總統蔡英文，也有副總統賴清德。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美國國防部政策處長卡爾對外表示，伊講目前也是無法度看出講台海當時會起衝突會整起來，也毋過國際上對中國想要拍台灣的反應，伊認為顛倒會影響中國的決策。兩岸持續對立，國防部10日發布查到共機11台軍艦4隻持續佇台海周圍活動，其中2台軍機侵入咱西南空域，尤其第9反艦直升機連續3天出現佇東南空域。美國國防部政策處長卡爾表示，中共佇台海一直脅迫，不過目前無跡象顯示台海會戰爭。國際對中共武統台灣的反應，會決定中共的決策。Anybody who pretends they know the date at which China may or may not take action against Taiwan, they don't. They're
they're lying. Nobody knows the date. Xi Jinping doesn't know.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that suggests that a conflict across the strait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I do think that the PRC is building the capability to make that an option. For their leadership toward the end of this decade. 卡尔认为，中共目标和武统变作可能的选项，佮透过障碍美国的作战网络，延误美军反应的时间，趁机会伫台湾插旗。学者分析，无排除中共进行斩首行动，伫台湾建立政权。是我们的人民是不是有一个打不下来的意志？就表示说，我们愿意去承担战争的风险。那我们如果说今天就是合同就结束，那对中国来讲，它也不用武统了啊，因为合同就是一个选项了。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台湾愿不愿意像乌克兰一样奋战。美国、澳洲要第2日展开护城军岛联合演习，德国会头一遍参加，不过表示唔是伫向中共发出威胁的信号。Gut, ich denke mal, es geht nicht darum, ein Signal gegen jemanden zu senden. 德国讲，为了避免相关台海冲突，德国的飞机会经民用路线未通过台海。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新竹县的动保所甲评鉴委员昨昏是去六福村进行2年1届的评鉴，最后六福村是以71.66分有通过。严格评鉴委员嘛有针对东非人行区早日的所在无够，若鸟仔园是日头光无够，拢要求六福村要赶紧改善。新竹县第一摆举办的动物展演评鉴，3位评鉴委员12到六福村针对园区环境甲动物状况这项目进行规工的行程。刚在名单上，这次是我在名单上。六福村10年来有8只麒麟鹿死亡，今年3月佫发生人行逃走遭到枪杀的代志。那这摆评鉴无60分，可能会撤销。这六福村以71.66分通过2级评鉴，得到展演2年。狒狒园区里面它缺乏那个遮阴的部分要求六福村可能要做一些对遮阴的部分来做建设。评鉴委员要求园区赶紧为人行实质晶片来管理。另外，还有大西部鸟园日头无够，2只犀牛活动空间上过市长提出建议。这个月初期，动物团体也指出，乌熊的活动空间真小，今年一直洗练。红河是水禽类，不过后场也无水池啊。它们其实是大型的水禽，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曾经检举，但是防治所因为一直没有进行会勘，所以我们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包括大西部鸟园，它这个鸟园的部分它有一些区域可能阳光缺乏那可能有些生病的这个鸟可能需要做一些适当的隔离。对外界捌这期评鉴黑箱，动保所也公布3位由农委会提供的评鉴委员名单，拢有专业动保背景，需要改善的项目，拢会公开在动保所的官方网站。园方是回应，后续会继续优化场型，甲完善园区的设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 MeToo 运动伫艺文界嘛标出案例，就立委即摆是认为讲应该爱立法。总共加害人有提过政府艺文界补助，调查了后确定讲性骚扰，就要看情形来停止补助。另外，政府即马打算要进行性平3法的修法。行政长陈建仁是表示，草案伫拜四的行政院会就会通过，会量早送去立法院审议。萨古流他有被这个民众检举，就是说他有性骚扰的一些记录，但是因为没有相对应的一些法条，没有办法即刻的从这个北美馆撤展。2021年底，国家文艺奖得主萨古流爸爸活动发生性平争议，去年互人提起公诉。最近台湾 MeToo 事件一直变，类似伫艺文领域有杰出表现的人，互人控告性骚扰、性侵害这个事件，嘛一直拢有伫传。最希望保障的就是一种创作上的自由，当然也包括情欲表达的自由。那这个背书，如果说让他们拿去做这种性骚性侵的借口的话，国家等于是进入了一个共犯结构。部分性骚扰加害人捌得到政府的奖补助，有立委认为性平3法修订都要增列性平条款，受奖人若做有性骚扰相关事实，要有相关的机制撤销，还是收回奖补助。这个奖补助金额应该全数的撤销，是情节的轻重，对加害人停止补助3到5年。目前国内有性平3法，包括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也加性别平等教育法。不过3法分属无共主管机关，有妇女团体跟学者认为根本无法度保障被害人、处罚行为人。他会说：“
我就是想要告那个行为人。可是，在现行的法律系统里面，他没有办法按照性骚扰防治法去提出申诉，就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做切割。修正法案呢，目前进行的相当的顺利，一定会在这个星期四的院会呢，就来顺利通过送到立法院呢来审议。辅导团体提出性平三法修正草案，除了要求国家担起责任，也认为爱修法加重雇主的责任。行政长陈建仁表示，相关的修法等顺利进行，希望7月底前顺利通过，才会当保障被害者，并且有效处罚加害人。记者综合报道。T-Pass 公共运输通勤月票已经实施1礼拜多，已经有超过800万人次来使用，也毋过大部分拢集中伫北部较济，中南部的效果看起来哪亲像无啥好。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特别预算已经有咧做 T-Pass， 特别预算咧编的是伫 T-Pass 这部分已经有咧规划中南部公共运输的加强方案，希望会当量早甲中南部的公共运输做好，来增加使用率。为了减轻通勤族交通费用的负担，北中南三大生活圈公共运输通勤月票 T-Pass 7月初1正式实施。根据公路总局的统计，到7月初10，已经有49万1千人次来买，其中基北北桃生活圈是35万3千人次，台中彰华南投苗栗生活圈是2万3千人次，台南高雄屏东生活圈是11万5千人次。北北基都有嘛，对，会比较划算，到处都可以用。像学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就算三大生活圈月票使用的人都要突破50万人次，不过为公路总局的统计嘛，当发现讲，有8成的使用人次是集中伫基北北桃生活圈，台中彰华南投苗栗，甲台南高雄屏东生活圈，敢若占2成。高雄人本来大众运输使用的意愿上就比较低吧，好像大家习惯骑机车。我做的需求没有很大，你假如说需求量大的话，我可能就会买啊。中南部地方它反正就是属于广人稀的状态，现在要做公共建设本来就困难，1200或者999也不是一个很能够给他资源的方法。中南部还有空间可以去施行这一种跟生活结合的比较紧密的公共运输。学者认为讲，便若等甲行路的时间伤长，拢会互使用公共运输失去诱因。安怎互运务进化做多角化的经营，提升利便度，拢是政府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针对这点，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特别预算伫做 T-Pass 的时阵，都有配套措施，针对中南部公共运输加强方案。北部的捷运这么密中南部的捷运甚至像台南都没有捷运系统，怎么样让中南部的整个公共运输的条件包括路网能够健全也是我们一定要来协助的。王国材强调讲，针对中南部会伫公运计划，甲明年启动的电动公车汰换计划合作，较早改善公共运输的问题，互使用率会当增加。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拼来关心，即马伫咱国内举办的世界大型的运动比赛，这是第4届听众乒乓世界锦标赛，昨昏正式开幕。特别邀请咱国内乒乓的选手，人叫小林同学林汶如，带领台湾代表队入场。这一届咱男子队的目标是希望把所有的金牌拢留伫台湾。那女子队的目标是希望会当拍入决赛，来累积国际比赛经验。第4届听众乒乓世锦赛正式开始，来自16个好手依序入场。最后一个入场的是东道主台湾，由外好手林东有的林汶如带领入场，全场欢呼。当然，台北市更是一个面对身心障碍朋友非常友善而且温暖的城市。新验大会主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场致辞，欢迎为世界各地听众好手来台北比赛。这也是为2019年听众羽球世锦赛继5年了，台北市可主办国际以及听众运动比赛。顺利男子队的听众5条元老杨正忠，最后要将所有项目金牌留在台湾，不过也承认有压力。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大家都会来看比赛。对，芝洛巴克，因为他好像是职业村长，非常厉害。甲经验丰富的男子队比起来，女子队是将目标放在进入决赛。就将以进决赛为主的，对，因为我们过去参赛的经验也很少，
然后就是也不用强求就是太高的目标，怕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选手表现得要争取好的成绩，中华民国听障者体育运动协会也表示，未来也会继续申办国际大型的比赛。最容易表现台湾能力部分就是主办赛会。今年我们2023桌球世锦赛，明年是田径世锦赛，接下来2027年青年世界运动会，全部都会在台北。赵玉平表示，听障国际运动总会决议，听障世锦赛拢要附加青年锦标赛，为鼓励国内少年选手参加比赛，累积比赛经验，会积极争取举办。记者综合报道。那昨结束的第一届听障乒乓世青赛，咱台湾嘛摕到头一面奖牌。这是伫男子双打的这个项目，咱甲乌克兰是拍入决赛，也不过尾后输予乌克兰，咱是摕到银牌。乒乓世青赛男双循环赛最后一场，由共款第3胜的台湾甲乌克兰对决。关系金牌双方明显有点紧张，一开始林天喜发球，乌克兰选手回击无过网，先得到1分。不过面对乌克兰凌厉的攻势，咱的小将连接4个优回差距3-12，乌克兰先摕第1局。第2局林天喜曾成业改变策略，积极强攻，和乌克兰选手挡袂牢。不过对方马上调整，最后就甲9-9平手。随去靠林天喜的下旋发球，先提赛8点。若果摕1分，等于摕第2局。暗暝乌克兰选手反击，连着3分，逆转摕第2局。到第3局，林天喜曾成业无力，一开始就被连续摕3分，虽然教练话暂停，不过也是无法度改变局势，最后0-3摕到金牌。跟乌克兰打，对方很强，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只是我们没有把比赛程度就输掉那一局，我觉得很可惜。跟外国人比赛就很高兴，得到更多那个比赛的经验。目前读国旗的林泰喜，国小6年的曾成业，不只是第一摆代表台湾比赛，这摆也是第一摆配合到摕到奖牌，感觉真欢喜。有经验了后，会继续练习。两人拢希望下摆要伫听学摕金牌。第一届听障乒乓世青赛11结束，再去听障乒乓世锦赛要开始。台湾在去年伫听障奥运摕男子团体银牌的杨正宗、王以翔、罗世杰，也有过甲当时的人来捍卫主场。女子队由中生代选手陈千辉甲张继军联手出击，要创造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即马是休热，不管是囡仔还是少年家，使用网络的时间拢会对咧大增加。不过，伫网络风险真侪。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儿少伫网络顶头接触到3大风险，包括骗钱、骗色、骗个资，而且骗钱这部分有2成的囡仔拢捌拄过。去看演唱会嘛，就要想要去抢票，结果都抢不到，然后最后就到了 FB 社团去。就是想要去买就是黄牛票这样子，给了钱之后，他就是直接消失封锁，就是被骗了大概2000块左右。青少年讲出伫网络哄骗钱的经验，已经晓热儿少使用网络的时间会大增加。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发现儿少的网络使用时间平均每天是4.6小时，一礼拜是32.2小时。使用网络的时间愈多，伫网络拄着的风险就愈悬。那我们发现这次调查当中，台湾的儿少面临的3大网络风险，第一个是骗财哈，骗财部分就是网络诈骗的比率，大概这调查当中有2%的孩子表示遇到这个状况哦。伫网络除了骗钱，也会骗色。也有儿少表示，某朋友私密相片伫网络外流，也那调查也发现，要我6成的儿少捌拄过网友要求交往。骗色部分当然跟他的人身安全有关，跟所谓的网络的性剥削、数位性别暴力有关，特别是可能会传送自己的裸照啦、裸露的影像这个部分，这比例也有2%哦。其中特别我们去做的一些受害样态的一个分析，发现，今年的调查哈，
比起4年前的调查，发现在2个部分的样态是明显的增加。第一个部分就是随着陌生网友要跟儿少谈网恋，就是要情侣交往的比率来到一个史上最高的部分，有59%啊。立法联盟表示，离小伫网络的风险，除了骗钱、拄着性暴力以外，还有骗个资。立法联盟是呼吁政府就要成立离小网络安全的专职单位，要参考英国网络安全委员会建立跨领域的整合，学校嘛要透过教育，教囡仔拄着危害时安怎应用，增加囡仔的危机意识，也建议家长一定要知影囡仔拢伫网络创啥，嘛要教因保护家己。记者柯家山田浩随台北报道。那最近老人北有愈来愈少年化趋势，医生是提醒讲，这可能是和使用3C 产品，也有高度近视的人口增加有关系。尤其即摆的现代人，大部分的时间接咧使用电脑、手机平板这个3C 的产品，对目睭的伤害会真大。医生嘛提醒讲，除了爱保持好的习惯，爱互目睭休困，总讲目睭感觉无爽快，嘛要赶紧去互医生看。明明资料就在面头前，目睭安怎看，说拢是灰灰，原来是老人目所引起的问题。要看东西的时候看不清楚，就要拿眼镜来戴，戴一戴不看的时候又把它拿掉，你看眼又不行，看眼又是模糊的。那看出这种方法会飘一样的。现代人愈来愈食用3C 产品，过去一般拢是45岁以上的族群，目睭才会产生老人目。不过，验公司发现，这几年未少人也未40岁，目睭看物件开始感觉灰灰，去配老花眼目镜。医生也提醒讲，使用电脑、手机这类3C 产品，平均用20分钟就要小休困一下，才袂去影响目睭的健康。以前的老花眼是因为我们的年龄所产生了老花现象，可是现在的老花眼，绝大部分年轻人也有年轻老花的现象，原因都在于玩3C 用品。在21世纪呢，大家日常生活都大量的使用电脑、平板、手机所以这个时候呢，会让这个水晶体呢产生混浊，那我们眼睛的睫状肌呢就拉不动这个水晶体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会产生提早老花的现象。另外，为了帮助视大，会当看更加清楚、看好明，视德馆宝山乡今年嘛特别推动免费配老花眼目镜的活动，每钱帮乡内65岁以上的中低收入的视大配老人目镜，总共有200位的视大收费。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镜头来去中华鹿港的金银厅是日本时代鹿港菜园黄家大家族起的。伫厅内的金银架门是黄家伫1935年委托国宝级的李松林大师雕刻的。黄家后代伫2018年时，甲伊捐予中华县政府，登录做一般的古物。伫2019年时，已经开始进行3年的修复，即马已经修复好势，这个过程嘛有出册来了解。幼路的木工雕刻结合设计字画的工艺，这是鹿港菜园黄家大家族伫1935年委托国宝级雕刻师李松林所创作的金银架线。当初是用来架景的门片，正面是擦金色的。平常时或者是有喜事，就用金色这面；若是办丧事，就用后壁这面擦银色的。黄家后代伫2018年捐予中华县政府，受登录做一般古物。它其实也结合当时的在鹿港很有名一些书画家有题字的，也有绘画的所以是融合各界这个地方士绅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大作后续我们就委托李炳圭老师跟他的女儿李玉老师2个共同来做这个修复的工程。这件有80多年历史的金银架线，原本有28片，即阵只剩18片。由李松林的后生，嘛是人间国宝的李炳圭负责木雕修复，孙仔李玉组团队负责处理字画的部分。唔是用家己我自己的方法，是伫根据阮许多人较早的方法材料的路线去整理起来。它本身是棉布。那它在老旧之后，它纤维已经烂掉了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是棉布，可是因为它编织方法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全台湾几乎可以找到老一点的布庄。从日本时代的时候就应该会有的布庄开始找这样子。
修复团队用3天的时间完成金银架线的修理，即阵也甲这件古物的由来出册，小解相关的历史人文、雕刻技术、字画的多样意涵，希望让大众看到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镜头来去台南的民权路巷仔内底有一个所在叫做番薯夹，较早是卖番薯真老热的所在。伫70当前，因为都市计划要做路，所以有一寡所在是无法度整建，甲当阁有一寡所在囥伫遐拍远。最近逢甲大学老师就带学生同齐规划，伫即个所在要甲古早自路会当永久保存、永久发展。日头卡学生当咧无用大架、八悬八架，用钢推啊甲卡路固定好势，这毋是工地，当地人叫这做番薯夹，是一个老自路。70多当前，因为都市计划，互人规划做道路，老厝拆了后嘛无法度整建。最近逢甲大学的老师向台南市文化局申请写作计划，带室内设计系学生用大架方式发表因对这个爬横抗地的想法。目前并没有公共的空间，居民他没有地方晒衣服，他没有地方停机车。都市计划到底有没有存续这一件事情的前期，我们可以先释放出来，由政府来率先来整理，说用最轻、最没有破坏力的方式去调整、去改善这个地方。经过了解，番薯夹是古早咧卖番薯的大市，不过时代改变，变甲真稀微。这摆展览拢总展出高作作品，主题拢参府城历史文化做连结。有学生希望打造番薯夹文化艺术中心，展示传统艺阵。少年人因期待透过展览，互大家注重城市空间的规划，也提供市府未来规划做参考。台南传统文化有很多，像是布袋戏、舞龙舞狮，还有神教这种传统方式，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挥。要开辟的原因当然足多啦透过大家共同的意见，咱会当互公部门作为未来要安怎做规划。一个较好的这个方向。市府表示，目前番薯夹的巷路内底有部分建筑线已经画牵涉到土地财产权的问题。副市长讲，会个跨部门共同来研究，看要安怎把这个区域做出新的活力。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咱甲镜头来去地中海的岛国塞浦路斯，这个所在鸟仔强要含人并济所以这个所在嘛，互人号做鸟仔岛。也毋过伫今年初爆发鸟灾，各大已经有超过30万只鸟仔死去若进口的药佫贵松松，要治好一只鸟仔，上无就要开新台票24万才医会好，主人根本就无法度负担，致使当地鸟灾疫情愈拖愈严重。Hi, baby. Oh my God, I want to take him home. 见到人就念啼啼，爱人共鸟啼，不时就鸟鸟叫。地中海岛国 Cyprus 是出名的鸟岛，鸟咪的数量有几百万只，差不多甲人变多。行到岛看到岛，个性亲切，感化袂少人的心。不过，这款鸟咪最近却碰到生存危机，年初开始因持续感染了冠状病毒。引发鸟传染性等型 FIP 一只来死去。What will happen if FIP continues to mutate in Cyprus is death. The numbers of cats will be severely diminished, and it's not just that they're dying in excruciating pain. 鸟咪治疗 FIP 了后，有发烧、腹肚鼓胀、虚弱才会症头，有时佫有攻击性。Cyprus 农业部讲，目前已经有100只鸟咪死伫 FIP， 不过动保团体认为，实际死亡数量比官方数字佫较悬。整个到今，至少已经死去30万只的鸟咪，而且病毒佫咧继续感染中。The viru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approach and the aggression, so it takes over all of the body after the mutation. So why the mutation is happening and why it's happening more often now, we don't know. Okay, it's very strange. 鸟咪为着冠状病毒，唔是无药可治。不过，即摆2种药其中一种无通过当地政府授权许可，另外一种进口药是计效相关，一只鸟爱开3000到7000欧元，大约10万到24万台币，才会当治好。动保团体和饲主拢无法度负担。有的民众只有犯法去网络买乌刺药不过来路不明的药可能有未知的风险，鸟咪感染的问题嘛无解决。动保人士批评，故在鸟咪死去，等于是苦毒鸟咪。
若是政府无提出办法，鸟岛落尾恐惊会变作死鸟岛。Cyprus 政府讲，正在研究澳洲相关的治疗药品，会全力来抢救这寡鸟咪的性命。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来关心西方强权的大国家进行咧殖民的时，有伫亚洲、非洲甲当地一寡资源，也有文化资产炸走。也毋过即几冬，这国家开始咧反省，会将物件还转去，而且嘛公开回息咧。亲像荷兰的政府最近就甲当年伫印尼殖民的时期，因所抢来正珍贵的文物，即嘛正式还互印尼。设在伫荷兰内顶的荷兰国立民族博物馆，荷兰甲印尼政府完成签约的仪式。荷兰甲印尼伫咧印尼殖民时期抢过来珍贵的文物，正式还予印尼政府。We are really delighted. This is a very historical moment for both of us. I think Indonesia and Netherla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荷兰政府伫咧顶礼拜宣布，甲荷兰甲斯里兰卡殖民时期所抢的文物，拢总400多件，还予印尼政府。即个还予印尼的文物内底，包括13世纪雕刻的寺庙石像、珍贵的珠宝，也佫有仿合作是两百多珠宝的黄金制品等等。For example, these statues are standing behind me. They have a particular role in rituals. So bringing them back, meaning that we would reintegrate them into their cultural contexts. And that is, of course, of symbolic importance to us. So it's a historical important moment, not only for, I think, the Netherlands and Indonesia. It's also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the world. 荷兰伫西元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1619年征服雅加达，得到真侪香料甲贵金属等等的矿产，而且佫甲当地文物抢过来。东印度公司破产了后，1816年由荷兰政府接管。荷兰1942年战输日本了后，退出印尼。日本占领印尼一直到1945年战败。迄一年8月17，印尼宣布独立，不过荷兰是唔承认，使用过度的武力来镇压，一直到1949年12月27才宣布印尼独立。针对这点，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2020年3月捌亲身访问印尼，当面甲印尼政府回息咧，嘛承认印尼的独立纪念日是8月17。这几年，包括德国、法国、甲比利时等等的国家，拢已经渐渐甲印尼伫咧东非殖民时期所抢的文物还予印尼，嘛对过去殖民的行为做反省甲赔礼。公视新闻景冠庆编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2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将请平安顺心，咱再会。